这礼拜开始，幸福小组的推动来开始，连续10礼拜，成做一个传福音的小组，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请咱开声来为着所有的参加伫幸福小组的组员，这个福长、小组长来祈祷。你伫每一天，咱拢会当为着因来祈祷，就是参与伫这个救灵魂的行列内面。好不好？咱开声，咱为着咱幸福小组，今仔日要启动，咱开声来祈祷。主，我感谢你，互阮教会会当来推动救灵魂的福音的行动。主，阮亲像一个救护车已经要开出去了，阮要开始来用喇叭来互人知影，这是要救人灵魂。主啊，求你帮助阮所有的小组组员。这款的热切，会当欢迎邀请伊的朋友、伊的同事，即个还未信主耶稣的伊的亲人，拢会当来到伫幸福小组。阮即届要透过左右来成做一个器具，来帮助恁。
当伫你内面来建立你所欢喜的教会。哈利路亚！主，阮的心仰望你，特别伫小兰州的开始，当阮每一届看见十字架，就知你的恩典伫遐地流落。互囡仔看见十字架，想到十字架的人，就知影上帝的救赎已经成了。也互阮呼求耶稣的名，阮就会当得到救，嘛帮助阮将这个好的消息会当传遍伫台湾每一个角落，特别伫阮所徛起中永和新店附近遮的，互阮搁较会当热切引带因伫这礼拜会开始的幸福小组，透过左右游戏会当互因认捌耶稣基督。互因先认捌阮的团体，就会当知上帝你的光伫遮咧照。多谢你，互阮的教会伫今仔日的启动，嘛有圣神的气力，嘛有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来显明。感谢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奉献经文，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信就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当咱伫风势顶面拄着时间的冲突的时阵，咱拢有信心，相信咱会哪风势哪工治，嘛相信咱先大心求上帝的国。上帝会将咱所需要的一切为咱来补足。相款伫金子的奉献也是安尼。伫马可福音内面有一个寡妇奉献的故事，迄个寡妇只是奉献2角银，但是迄是伊所无，所以耶稣讲伊所奉献的是比迄众人搁较多。寡妇奉献的故事，上帝毋是要咱袂当互上帝啥物，甚至毋是讲咱要将咱所有的收入奉献互上帝。上帝只是咱要奉献的迄个心。当咱对上帝的心有所保留的时阵，上帝看做无欢喜。当咱将有剩的互上帝的时阵，伫上帝的眼中嘛无算着啥物。虽然所奉献的伫人的眼中是真稀微的2角银，总是伫上帝的眼光，伊却看做是极其的宝贵。上帝看的毋是奉献做偌多还是偌少，是奉献的心。上帝欢喜咱甘心乐意奉献的心。以及对上帝有完全的信心。阿们。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加信心的行动，互咱用感恩的心加信心的行动来奉献。开始奉献。
请起立。是阮做主，欠你领受我命转弯，心心感怀，会记几难，多打出阮真心所愿，甘心乐意你心意。请坐，时间分享，请周牧师。姊妹感谢主，咱会当一只来敬拜服侍咱的上帝。只有一件代志特别爱，互咱来注意了知影吼。咱的教会即个历旧年的奉献，有一个奉献证明吼。即马拢已经用地装好势伫你的奉献的箱遐。所以咱等下礼拜三的时阵，即个奉献证明拢伫即个信封内面哦，即马各支华，所以咱会较谨慎来处理。望咱今仔日若有伫遐已经有来礼拜的，请咱下一日等下嘛请交代来甲大家提醒一下。望咱今仔有礼拜，咱有诶就拢今仔就启动，安尼好无？奉献证明哦，拢伫即个单内面好。来，咱阁继续来看，来关心咱教会遮个事吼。咱做伙来读即礼拜导读的即个引言来。耶稣受难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并且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他通过舍命来完成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哇，这是咱即礼拜受难周所以咱主题是受难咱来写来逐日来写。牧师拢有照时间写我拢有安尼逐日甲遮个经文拢有甲写好势。即摆我用迄个电子的写，所以我写的是足水的。安怎讲足水？因为我逐日的即个设置无共款。恁敢要看卖啊咧？有兴趣无？有兴趣。互恁看一下呀，表示讲对。这是一个真好，咱大家做伙来来 ，OK， 好来，这是即礼拜的迄个受难有无？我今仔日已经写了这是我，你看到有无？彩色的呢，红橙黄绿蓝靛紫，红橙黄绿蓝靛紫，有无？有看到无？彩色的红橙黄绿蓝靛紫色泽有无？哇，真好设计这是救主耶稣我得饶恕有无？前礼拜是我得饶恕嘛这个是受难，后礼拜是复活所以牧师毋是用电脑拍的，叫恁大家写尔我电脑拍过了，我搁家己用手笔写我感觉这真好，因为到年底的时阵我就会当列印彩色的出来，有无？我也是彩色的恁嘛会当用彩色的对无？恁黑笔、蓝笔、红笔，搁有啥绿笔？用彩色的写对无？恁直接嘛会当写纸嘛会当用彩色的写我就逐日无共色哇，安尼我就知影讲我写到拜几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想到这是想到啥？恁敢知？我就是看到101顶面有无？101顶面的会，恁敢知影？礼拜天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伊是安尼排的所以你若出去看到101暗时看伊的会顶面迄个塔顶面啥物色，你就知影讲今仔是礼拜几安尼
有特别无？哇，感谢主啊！哇，歹势，我献丑一个哈。感谢主哈。好来，咱继续来看。咱前礼拜咱的乡亲因有一个交易去大家去拍保龄球啦当然大家会当去运动有好的交流前礼拜想讲嘛要去看卖仔的有影较忝就无法度。好，后边爱招牧师OK 来。咱嘛感谢主，咱的协会咱的协会叫做新北市专营生命教育协会咱有甲这个你来协办这个拉米小达人趣味的竞赛感谢主，咱甲咱的社区会当较侪的连结这嘛是咱教会一只足重要的一个目的好。嘛多谢主咱伫昨咱的即期的基督精兵营已经来完成大家拢有真好的领受嘛多谢遮的组长咱遮的同工全时间来陪伴互遮的成员遮的学员有真好的领受多谢主咱有看到上资深的嘛有一只完成对无？上资深的对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件代志咱的张老娘啦你张老娘真好。好，搁过来咱的培育学校门徒班甲这领袖班，伫这个拜六的早起就来开课请咱的学员来注意好。咱今仔日第二堂就是要来开始咱第16届的幸福小组咱即届有35组来开始望咱若有参加的，就是留咧伫第二堂，咱做伙来启动好。今仔日咱要来召开小会所以伫第二堂礼拜后，请咱的小会员伫4院的教室咱要来决定真重要的事嘛请兄弟姊妹来为着咱的小会来祈祷今仔日咱嘛有搁要召开关怀部一部的同工会当然今仔咱的幸福小组嘛要来备课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游戏的迄个，所以所有的咱的铁三角拢一定爱来参加咱会备课咱的小会大概20分钟、半点钟就会开了过来咱就其他的这会议爱继续来进行好。所以这礼拜咱听会记起，咱这礼拜伫受难周的时阵，咱教会有要来办几场的这个禁食的祈祷会请咱来注意伫拜一的早起9点半到10点半是咱第一场的禁食的祈祷会因为咱拜一早起就有几个小组咧聚会然后10点半开始较小组的时间拜二是下早起10点到11点然后11点开始咱伫拜二聚会的小组嘛佮继续安尼当然即使你若讲我拜二下早起拢时间会使你嘛会当来参加对无？无一定讲你是即届拜一拜二的小组，较会当去参加无咯？兄弟姊妹，咱拢会当选择时间拜三拜四，咱就是用暗时8点到9点的禁食的祈祷会然后9点开始有小组即使你若讲我都无小组当然你得到9点结束就会当来离开所以拜一拜二是下早起拜一是9点半，拜二是10点，拜三拜四是暗时的8点然后拜五暗8点伫永和教会，咱要举行东义小区咱东义小区的联合的圣餐的礼拜这是咱遮的附近的长老教会5间，咱做伙旧年伫咱遮对无？旧年破纪录嘛破奉献总是今年咱爱去永和教会来参加所以牧师嘛鼓励咱时间拨出来会当来参加这几场的这个禁食的一个祈祷会当然
你要安怎禁食，就在你的心意。你是要禁食下暗迄顿，还是讲你对下昼就要禁食，拢会使。吼，这就在咱的心意。当然，咱有禁食暗时的聚会进前迄顿禁食嘛，会当表示讲，咱搁较用一时间，咱安静伫主的面前，伫受难周，咱搁较济来经历甲耶稣基督的连结吼。好。后礼拜咱敢若有一场的礼拜，甲隔壁讲后礼拜10点礼拜来。是后礼拜咱是过活节的赞美礼拜吼，所以后礼拜咱是10点哦吼。你若9点来，可能你会看到诗班啊，伫遮在彩排吼，所以你爱个等吼，所以毋茫咱注意吼，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只要你抽间你若来参加禁食祈祷会，你就一定会当记得啦吼，因为咱的抽间的即个聚会，就含过去是无共款的吼。好，来咱国宾牧区幸福之路自4月20要去到伫新竹吼，请咱来甲小组长来报名吼，会当来大家真积极来参与。好，为了一件开幕的事吼，会当来甲大家来大家来做欢喜的，就是刘国佑弟兄吼，吴心爱因两个是夫妻吼，吴恩慈是心爱的姐姐吼，因有开一个叫做安曼金音福音精品店要开幕。伫3月30，就是即礼拜的30下到12点，要举行开幕的一个礼拜，所以互咱知影，又邀请咱的即个中级，时间也会使的，咱拢会当去甲参加吼。安曼伊的号安曼叫做阿门啦，就是阿门哦，伊是用阿门，然后去翻译的吼，正因伊是领受讲这就是福音的一个溃烂吼，所以要甲福音有连结，所以过去因是做较高档的女服饰店的吼，对，即马上帝互因有即个款的感动，望因设计的物件拢甲福音有关系，吼，真特别哦，所以你看咱潘牧师有穿的一寡外套的衫吼，甲像有十字架啦，有一寡甲咱的信仰有关系，迄拢是出自因家己的设计的手吼，手真溜咧，真幼吼，所以嘛求上帝大大祝福伫因的顶面吼。好，来咱来关心的就是迁移的老爸郭玉林弟兄蒙主恩召吼，因伫3月28伫柳营要来举行告别式，所以。咱为着因来关心来代祷梁珊珊的老爸梁明梁明弟兄嘛安歇伫主怀，因伫4月7日，早是9点半要伫二滨来举行即个告别的礼拜请咱来关心咱的姊妹因家庭即个事为着因来代祷，求上帝来安慰因。好这时阵请咱起立，咱来吟这条诗歌，咱彼此来祝福。来面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我信心来充满你，我不忘到了年甲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你的面更照你，你若充满你，烦恼拢无你，处处大福气，上帝祝福你。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福气。你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福气。请咱徛伫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大愿至高的上帝，以慈悲的圣手扶持恁的脚步，也透过圣神的感动。
互恁真做有智慧的人，搁伫万项事顶面行做讲话，拢合上帝的欢喜。也愿上帝丰富的恩典赐落伫你甲你的家，互恁经验伊的同在甲丰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平安，请坐，咱今仔敬拜暂时到这，愿上帝继续引带咱的下骹步。之前方道路中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虔诚都指向你，宣告。